嗱，今次呢條片咧，我就主要教大家點樣去 set 嗰啲禮券，因為講真嗰句，就快都已經嗰個消費券都完啦。咁我哋依家咧就要靠自己嘅啦。咁靠自己嘅話，咁我哋喺呢個平台其實有咩用咧？咁嗱，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手動發券嘅，因為我上一條片咧冇乜點特別深入咁去講嘅，今次我講一講俾大家啦。咁就假設啦，呢家我哋要想做有一張券，我又當佢咩名都好啦，我求其又打啲名啦。呢一個咧手動發券嘅話咧，係直接先起咗一個優惠先嘅，即係假設我依家起一張可能係20蚊嘅券，跟住之後咧就寫到佢到期日可能話係30號咯，跟住之後就 OK。使用期限咧就係話，假設呢一個嘅意思係話咧，佢6月30號咧呢一個活動咧就會到期嘅，但係咧佢可以講到佢呢一張券嘅使用期限嘅，咁啊當佢活動嗰陣時就完，跟住之後呢一張券都完啦，或者係發起張券之後 N 日，咁我當佢就話即係發起張券之後30日咧，咁你就會完嘅。好啦，咁我就起咗呢一個優惠先。呢個咧就係你依家起到嘅一張券。呢一個發布嘅意思咧就係話，當你按咗之後咧，佢就會喺嗰個你哋嗰個商家嗰個網頁入邊，即係嗰個頁面入邊咧，佢會知道見到呢一張券出嚟，可以當佢一個小嘅 promotion 咁樣嘅。咁好啦，咁我唔放住啦，暫時都未整好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發起券之後咧就 N 日，即係話嗱，當我依家咁樣啦，又整多張新嘅券，有呢個有錢，有個有錢賺啦。OK， 20蚊嘅券，跟住然之後活動到期日咧又係30號啦，當佢。然之後咧呢一個嘅話就係有效期，即係話我今日出咗之後幾多日，但係咧佢呢個係唔會超過活動到期日嘅喎，即係佢活動咧係到30日，跟住之後我就逼佢要可能係假設5日啦，5日會 make sense 啲嘅5日之內一定要用咗呢張券。咁呢個情況就係話假設啦，我其實呢一個 promo 就係話俾你聽，你用咗有呢張券之後20蚊嘅現金券，咁你可能係嚟緊呢5日一定要用得到，咁你用到先得嘅，如果唔係就會過期。咁都係嗰句啦，我就建立呢個優惠啦。咁就係都係一樣，佢會喺下邊呢一度出現翻係呢一張券嘅。咁然之後咧，當你建立完呢個優惠之後，你要發放嘅，記住啊，呢一個係手動嘅發券啦，同自動嘅有少少唔同㗎。手動嘅發券咧，你擺咗喺度，佢係唔會理嘅。但係咧，呢個咧手動嘅話，你要自動去揾嗰個人。即係有陣時咧，你會覺得可能有啲客咧係好衰，好啦，即係佢講晒呢個客人好好，然之後你想直接送啲嘢俾佢，咁咧你口頭上邊微信講咧又冇即係冇證據冇成啦。咁你喺呢一度發俾佢咧，然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噶啦。睇一陣啊，我依家即刻登出，跟住之後俾你睇一睇。呢個係用戶，等一陣啊，唔好意思啊。見到咧，你見唔見到咧？呢度首先佢就會有一個優惠券嘅地方，佢其實就會多咗一張嘅優惠券喺呢度，係啦，因為我太多優惠券啦，我都喺度試嘅啫，就會有張咁嘅券。咁其實咧，佢亦都有2種方法去兌換呢張券嘅。第一張咧就係話，第一個方法就係佢可以俾個 QR code，跟住之後你可以掃嘅。亦都可以咧，直接當你消費嗰陣時，好，等一陣啦，我又登出翻換翻咗普通。當我哋幫佢消費嗰陣時咧，其實嗰張券係會彈出嚟嘅。好，呢家咁樣啦，跟住之後當我要消費啦，咁我當佢5蚊雞啦。按確認扣點之後咧，其實呢度係會見到晒你之前所得到嘅所有嘅券嘅。咁咧，其實可以有2種方法嘅。一種咧就係話你直接就幫佢依家燒咗啲券，咁佢咧就會直接充嗱，當佢呢一個係我啱啱嗰啲現金券咧，佢就會直接跌咗落佢個戶口嗰度再扣錢嘅。咁嘅話咧，有一個情況就係話，假設佢本身有呢張券，其實加埋嘅餘額應該係120蚊，但係依家佢戶口入邊都100蚊。咁如果假設佢有呢張券燒咗之後咧，佢先夠120蚊。依家係呢個情況已經解決咗，就係話你放咗呢張券落去，佢就夠錢啦。咁啊，直接按呢一個掣咧就可以用到120蚊。但係我依家嘅情況咧，當咁樣先啦，我唔好用其他啲券先啦。正常情況應該唔會有咁多券㗎，但係有可能嘅。好，跟住之後按燒券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你會見到佢使用嘅卡點咧係幾多？20蚊，但係實際扣點係0蚊，即係佢冇扣過錢，因為佢用咗張消費券。我張券20蚊嘅，我啱啱淨係消費咗5蚊。有情況發生嘅。仲有啱啱我亦都講到一個點咧，就係話佢會掃碼。呢一個位咧，其實係一個掃碼嘅方法咧，
可以令到個客人嗰張券咧，你就佢俾咗張客券你，然之後你可以 scan 佢個 QR code，跟住然之後亦都用得到嘅。咁好，呢個就見仁見智啦，睇你幾時想用啦。好啦，去到一個更加好啲嘅一個地方就係話嗰個自動獎勵。其實咧同啱啱一樣嘅，都係嗰句，我其實第一條片有講過下嘅，就係話咧，其實佢就係文字上邊嘅首次關注，其實我鋪頭已經有用緊嘅。你依家見到咧，我依家就係話每次收藏咗之後咧，會俾張2蚊嚟嘅。但係咧，我有一個條件喺呢度寫咗嘅，就係話咧，佢一定要用會員通入邊嘅充值。咁其實喺鋪頭嘅角度嚟講咧，係可以做到一個引流嘅，即係話我可能放哪怕係2蚊啊、5蚊啊、10蚊啊都好咧，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留住一個客人嘅方法嚟嘅。咁好咯，咁仲有另外一個就係首次充值啦。咁當你覺得如果個客人第一次充值，你可能話你間鋪頭其實首次充值係一定要最少200蚊、500蚊。咁你同個客就問你，咁我充值有咩優惠啫？我又冇優惠，我充嚟做乜嘢啫？咁呢個咧你就話俾佢聽，你第一次充值嘅話咧，可能送多一次服務俾你嘅。咁我當一個例子先啦，你哋如果有人係做美容啊嗰啲咧，佢哋會有可能就話你充值咗600蚊一次，600蚊之後咧，佢就會送一次可能話係敷面膜，或者係做美容都得嘅。咁當你今次做咗呢一個禮品券之後咧，佢哋充完之後咧就係可以跌咗落去佢嗰個券嗰度。咁啱啱我已經展示咗啦，咁我就唔展示多一次啦。充值滿額嘅話咧，就係話當佢充值到可能又係一樣啦。你 set 咗佢個面額係200蚊，充到200蚊之後咧，佢就可能會送幾多錢？嗱，呢個就係我鋪頭依家有做緊嘅一個優惠嚟嘅。咁咧就會話充值滿100蚊就送15蚊嘅。呢一個咧可能有啲朋友仔就會覺得比較大啲個額度，但係咧其實因為我本身鋪頭咧已經有做緊呢個9折嘅，就係入群已經有9折。但係我遇到嘅一個問題係乜嘢咧？因為佢入咗微信群，其實我係冇辦法去留得住佢嘅。點解咧？佢今次入咗嚟食咗飯，掃咗碼入咗群，然之後佢又出翻去咯。跟完之後咁，基本上我嘅優惠就係免費送咗俾佢，完全留唔到佢。但係咧，如果你話逼住佢一定要喺呢一個會員通入邊充值咗之後，你先可以消費呢一張券嘅話咧，其實你係有機率可以令到佢有更加多嘅消費意欲嘅。因為假設你充咗100蚊，你送咗15蚊嘅券俾佢，然之後咧今次佢可能消費咗，當佢可能110，咁佢應該會剩翻10蚊或者15蚊喺入邊嘅情況下咧，佢下一次都係要過嚟消費嘅。然之後哪怕佢唔再充值，佢想淨係用低個剩低嘅餘額，其實對於你間鋪頭嚟講，佢都係多咗一次消費係值嘅。好啦，咁呢啲一樣嘅，都係消費幾多日咁樣乜乜物物嗰啲啦，一模一樣嘅呢個就係。咁最後呢個咧就係消費滿額啦。咁我相信呢個其實你哪怕出去消費，你見到超級市場又好乜都好咧，其實佢哋都有做緊呢一個嘅。咁我哋都係有2種選擇啦，一種就係現金券，一種就係禮品券。咁就係話消費滿可能當佢100蚊，跟完之後你就送翻張5蚊俾佢。然之後咧，其實你係可以有一個更加 make sense 啲嘅 promotion 係乜嘢咧？你消費咗100蚊，然之後下一次過嚟你先可以消費嗰5蚊雞嘅券。其實咁樣嘅話咧，就更加可以帶動到個客人。咁呢個當然都係睇你哋自己鋪頭嘅 promotion 啦。咁都係嗰句，我又幫你寫一張俾你睇下啦。咁佢呢個咧就係話佢消費滿當佢100蚊先啦，好嘛？100，跟住然之後我就會送一張5蚊嘅券俾佢。咁其他都係一模一樣嘅活動到期日啊，跟然之後試用期限呢啲同啱啱嗰啲教嘅一模一樣。你新增咗呢個獎勵之後咧，咁啲客咧當佢哋去消費嗰陣時，或者呢個講錯咗，佢消費完之後係會多呢一個券。其實係啱，冇講錯，唔好意思啊。咁基本上嘅話咧，禮券方面嘅功能都係呢啲嘅。咁睇下大家有冇啲咩唔明白或者仲有疑問嘅話，可以話俾我哋啊。多謝晒。鋪頭為例咧，依家我哋咧就會放一個碼喺出邊俾人哋掃嘅。咁掃咗之後咧，其實佢可以睇到我哋嘅餐牌啦，同埋我哋嘅優惠嘅。咁我哋依家鋪頭呢度都會有一個碼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就有一個地方就話俾人哋聽，我哋依家充值會有幾多優惠，即係假設100蚊送15蚊啦。咁我哋咁樣嘅話咧，啲客人就要帶到入嚟，就會係咁充值啦。仲有咧，其實個客咧，如果知道到呢個碼之後咧，其實佢掃對於你間，其實當佢掃咗呢一個碼之後咧，唔係直接就係去到我個網頁嘅，其實仲有係會去到你間鋪頭入邊，加上咧佢會自動關注嘅。你睇下，當我掃咗之後咧，其實你，左仔啲唔知啊。
去到之後咧，你見唔見到啊？呢度已經係去到收藏咗，其實已經係直接收藏，已經係直接收藏咗之後咧，其實佢之後可以揾翻你間鋪頭咧就更加簡單。我再試多次啊，啱啱唔使咁滯。呢度其實同佢就直接掃你係一模一樣。佢呢一度咧已經係直接幫你收藏咗。你見唔見到右上邊個嗰個星星啊？所以其實對於你嚟講，加上佢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資料嘅，咁你間鋪頭入邊寫嗰啲嘢，電話啦，同埋仲有一個地圖功能嘅。佢撳咗之後咧，佢就可以揾到你間鋪，同埋直接可以導航。其實係非常之有利你間鋪頭，哪怕你唔做任何關於會員嘅充值，其實佢可以直接揾到你間鋪係非常之方便。到陣時咧，假設你想點樣介紹你個你個 friend 又好乜嘢都好咧，去你間鋪頭直接掉呢個碼俾佢，又可以見到你嘅充值，又可以見到你所有嘅鋪頭入邊賣嘅嘢，可以見到菜單乜嘢都有。哪怕有啲人會留言你間鋪頭，